報咗 APL，你之後讀翻相應嘅課程，其實你嘅經驗係一定會多過其他人。我覺得呢個係你自己先有嘅 advantage。level 係高咗，我覺得我 DSE 成績都會相繼提高，比較喺以前係比較有自信。報讀呢個課程，諗住去嘗試一下，去了解我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呢一樣嘢咧？自己對呢一樣嘢有冇興趣咧？咁我自己就比較對睇得到嘅藝術，即係可以自己畫出嚟嘅藝術比較有興趣啦。研究越深咧，覺得越有趣，所以我先至會變呢樣嘢，甚至想令佢成為我自己嘅專業。我覺得工程唔係咁做嘅，所以我要入呢行，改進呢個風氣。你都知香港可能未來有黃金10年，將來有好多嘅建築等緊我哋，所以你入嚟讀肯定冇錯，大把工作機會。同普通課堂相比，佢始終係真係好大進步先啦。因為嗰種進步係唔係淨係坐喺個課室度上一啲好平凡嘅堂啦，而係真係你係多咗好多機會去嘗試講同表達。design thinking 方面咧，導師咧主要係教我哋係用一個以使用者作為中心嘅一個諗法啦。我哋要發揮我哋嘅同理心去設計一個解決嘅方法嚟俾佢哋。眼界都會比其他人唔同，會更加快去融入到呢個行業方面去進行發展咯。令到我係有一個更加廣嘅一啲技術嘅層面啊，或者係技能嘅層面，去令到我喺翻呢個設計嘅行業度有一個發展咁樣嘅。無論係成功定係失敗都好啦，都係一個成長嘅養分嚟嘅。讀過 Apply Learning 呢度課程咧，就會容易啲去同人相處，點樣去傾，點樣去諗一個更加好嘅機器去點樣去運作咯。對將來佢就會覺得哦，原來我要待人接物係咁樣，反而呢方面可以令到佢喺自信心上邊或者係任何方面咧都會有所幫助。人生有好多選項，你迷茫唔緊要，跟住條路慢慢行，幫你刪除一啲嘢，或者幫你揾到一啲嘢。我覺得我哋已經幫咗你喺人生行前咗一步。我希望我哋嘅學生佢喺我哋嘅課程度學到嘅知識能夠學以致用啦。除咗喺佢哋嘅興趣方面可以更加發揮之外咧，都可以喺個行業度發揮佢哋自己嘅一啲嘅潛能啦，為咗佢哋嘅目標而努力。我覺得教育係一件薪火相傳嘅事，每個人都會老啦。咁我哋而家作為老師咧，將我哋過往嘅經驗教授俾同學，咁希望咧到佢哋咧將來接棒，咁就會教育我哋嘅下一代。喺呢度，我哋齊心實現夢想。歡迎各位嚟臨 VTC 應用學習課程2025年度頒獎典禮。首先，等我介紹下自己先。我係嚟自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嘅李景彤 Eanna， 係就讀緊應用學習課程西式食品製作嘅學生。而我身邊呢位拍檔就係本年度應用學習課程酒店營運嘅畢業生蔡以琳 Tammy。好榮幸今日嚟到擔任司儀。為咗方便今日唔能夠嚟到現場觀禮嘅朋友，我哋特別安排咗 YouTube 直播。不如我哋一齊同線上嘅朋友打聲招呼啊！我哋喺典禮開始之前播放咗一條關於應用學習課程簡介嘅片段俾大家，相信大家而家對於應用學習課程一定有更深入嘅了解。應用學習課程自2010年被納入為高中課程嘅其中一個選修科目，去到2023至25年度已經係第14屆。VTC 喺2023至25年度一共開辦咗11個課程，當中取得達標並表現優異嘅學生一共有485位。係啊，今日嘅頒獎典禮就係為咗表揚佢哋傑出嘅表現而舉行。稍後佢哋將會逐一上台接受嘉許。喺正式頒獎之前，我哋首先邀請 VTC 助理執行幹事鍾志晶女士為我哋致歡言辭。有請鍾女士。各位嘉賓、校長、老師、
家長、同學，大家好！歡迎出席職業訓練局應用學習課程 APL 嘅頒獎典禮，共同見證同學們努力嘅成果。咁首先我要衷心感謝各位出席嘅中學校長同埋代表，同時亦都非常之榮幸可以有教育局同埋考評局嘅代表蒞臨支持，同我哋一齊分享得獎同學嘅喜悅。職業專才教育係推動香港社會同埋經濟持續發展嘅重要支柱，同學術教育相輔相成。政府一直致力推廣職業專才教育，鼓勵年輕人按照自己嘅興趣同埋能力選擇升學同埋發展嘅路向。教育局推出高中課程優化措施已經係踏入咗第5年。措施推行之後為同學創造咗空間，等佢哋可以因應個人嘅興趣、能力、職業志向，提前喺中4嘅時候係修讀實踐元素比較強嘅應用學習課程，加深對職專教育嘅認識。呢項措施使到每一年選修 APL 嘅人數大幅增加至接近1萬位同學。作為職專教育嘅倡導者同埋應用學習課程嘅提供者，VTC 積極配合教育局嘅政策方向，開辦多元化嘅 APL 課程，涵蓋設計、酒店服務、餐飲、應用科學、商業、工程以及職業英語範疇等等，去照顧唔同學習興趣嘅學生。喺25-26學年 ，VTC 開辦嘅14個 APL 課程，有超過3000名嘅高中同學提供學習機會。其中超過1800名係中4嘅同學，讓佢哋能夠更加早開始探索職業、專業同埋終身學習嘅機會。今日嘅頒獎典禮將會係嘉許2025年度 APL 表現優異嘅畢業生，當中有341位考獲達標並表現優異1嘅級別。144位取得等同香港中學文憑試級別4或以上嘅達標並表現優異2嘅級別，佔達標人數嘅25%。換句話說，即是每4位同學就有1位係成績優異。呢一個係好值得引以為傲嘅成就，充分反映同學努力嘅成果。另外值得一提嘅就係本年度嘅 APL 畢業生裏邊其實有接近40%嘅同學之後都繼續修讀 VTC 嘅課程，當中係包括有基礎課程文憑啦、高級文憑以至學位課程，邁向職業專才嘅發展。喺呢度，我衷心感謝各位各個中學，特別係我哋嘅伙伴學校嘅長期支持，亦都同時好感謝家長同埋老師對同學嘅鼓勵。各位同學，當你哋規劃未來嘅時候，首先要了解自己嘅興趣同埋能力，訂立目標，努力學習，積極實踐。當大家成長之後，亦都係成年之後亦都係要履行公民嘅責任。喺呢度我都提一提，12月7號就係第8屆嘅立法會選舉，喺呢度鼓勵已登記同埋合資格嘅選民踴躍投票。祝願大家健康快樂，各位同學鵬程萬里。多謝各位。唔該晒鐘女士，請鐘女士留步。接住落嚟，我哋將會頒發優異獎狀俾2023-25年度獲得達標並表現優異評級嘅同學。現在有請鐘女士為我哋頒獎。有請以下時裝形象設計嘅得獎同學：邱彩文、葉詠如、歐陽雅詩、鄧景森、黃詩妮、林喜晴、韓文莉、恭喜得獎同學！
接住落嚟嘅係西式食品製作嘅得獎同學，吳文樂、賴慈曼、劉曉婷、壽啟賢、陳媛欣、魏楚華、周詠儀、李詠嘉、歐林、趙文傑、朱浩朗、恭喜得獎同學！接住落嚟嘅係西式食品製作嘅得獎同學，吳子軒、鄧顯仁、方欣彤、李樂瑤、鄧國豪、田慧儀、楊思敏、鄭卓林、張俊傑、彭嘉慧、恭喜得獎同學！接住落嚟嘅係西式食品製作嘅得獎同學，麥天恩、梁詠彤、鐘浩秋、沙烏比阿里、星莊 Ivan。恭喜得獎同學，多謝鐘女士，請鐘女士到台下就座。恭喜以上獲獎同學。接住落嚟將會係畢業生分享環節，我哋好開心邀請到一位嚟自幼兒教育嘅畢業生，分享佢當年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嘅點滴。呢位畢業生係嚟自應用學習課程幼兒教育2020年嘅畢業生吳雪嵐 Charlotte。佢當年喺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嘅時候，就已經對幼兒教育有好大嘅興趣。而喺佢修讀完 APL 幼兒教育之後，亦都有繼續修讀社會服務、特殊幼兒照顧及融合教育服務相關嘅課程。之後就喺香港大學修讀應用兒童發展學士學位。相信 Charlotte 一定有好多關於應用學習課程嘅難忘回憶。現在有請佢上台分享下。唔該 Charlotte。各位午安，首先喺度想多謝老師邀請我返嚟分享。我係2018至2020年度喺 VTC 度讀應用學習課程幼兒教育嘅畢業生吳雪嵐。喺修畢呢個課程之後，我分別讀咗社會服務基礎文憑、
特殊幼兒照顧及融合教育高級文憑，喺香港大學讀應用兒童發展理學士，同埋而家喺香港教育大學讀緊教育輔導碩士課程。今日好想喺度同大家分享我一路以嚟嘅心路歷程。等我分享下點解我會讀應用學習課程嘅幼兒教育啦。我係一個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有讀寫障礙、專注力不足同過度活躍症。喺主流嘅課程對我嚟講都有唔少困難。我覺得 DSE 嘅課程真係好難，特別係揀咗選修科之後。由於我唔係好跟到選修科嘅課程，我就 drop 咗其中一科。之後發現原來學校有得俾我揀讀應用學習課程，咁我就毫不猶豫咁樣揀咗幼兒教育嚟讀。但係可能你會問，有咁多科，點解要揀幼兒教育呢？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同小朋友相處，喺家庭環境同埋教會環境之下成長。我有好多機會同唔同嘅小朋友去接觸，同佢哋一齊玩，一齊做功課。咁所以我都好想試下呢一科。喺修讀幼兒教育期間，除咗俾我學習咗點樣同小朋友相處之外，都讓我知道咗原來仲有好多理論同埋可以知道小朋友嘅發展，讓我產生咗更大嘅興趣去接觸佢哋。喺修讀嘅過程，最難忘嘅一定就係測驗同埋考試啦。首先喺測驗方面，好多時候我都唔係好記得我學咗啲咩，所以出到嚟測驗都真係幾低分㗎。我真係會好驚畢唔到業。正正因為咁，所以我喺其他科裏面，其他嘅上堂同埋功課裏面都更加專心、更加努力。好感恩最後都能夠順利畢業。實習係一個好難忘嘅體驗，因為嗰陣我先得17歲，完全唔覺得自己係一個老師。喺帶領活動嘅過程中，同小朋友一齊整唔同嘅做唔同嘅活動，真係好開心㗎。記得嗰陣實習得3日，頭嗰2日都係觀察，之後第3日先去帶活動，唔緊張就假㗎啦。但係小朋友都好願意同我一齊去做活動，跟住我嘅指示一齊去做，真係好滿足㗎。可以同佢哋一齊整呢個雪糕，真係好得意，好好玩。當然都仲要去寫教案啦。喺過程中，讓我知道原來呢一個職業係咁特別，亦都讓我產生咗好大嘅興趣。因為除咗要帶領活動之外，仲要符合小朋友嘅學習需要。喺實習嘅過程中，我遇到有幾位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我覺得同佢哋嘅相處好特別。原來只是要更加清晰，再加上自己都有呢個背景，就好想繼續讀上去，去幫助佢哋成為一位特殊幼兒嘅老師。但係由於我 DSE 嘅分數唔夠高，咁所以我就由基礎文憑開始讀起。喺呢段時間，我不斷增值自己，學咗香港嘅手語、英文拼音、唔同嘅藝術同埋運動課程。喺得閒嘅時候，都會同小朋友一齊學習。當我入到高級文憑1年班嘅時候，我就發現原來喺 APL 學嘅嘢幫我打好咗一個好好嘅基礎，讓我喺做功課同埋實習方面都冇咁困難。以下呢度就係一啲我帶小朋友做嘅活動啦。喺呢個活動裏面，我同小朋友一齊研究紙。原來小朋友有好多嘅創意，會利用紙去整咗唔同嘅玩具出嚟。之後仲同小朋友一齊去整咗一張再造紙。你睇下小朋友整嘅再造紙係咪好靚呢？係一張心意卡嚟㗎。我同小朋友一齊相處真係好開心。到2年班嘅實習就比較困難啦，但係都係我好想做嘅。喺實習期間，我要為一位有自閉症4歲嘅小朋友進行個別化學習計劃，即係根據佢哋嘅需要去安排活動俾佢參加。
對我嚟講係難咗好多。但係我記得當初好想幫助自閉症小朋友嘅嗰份初心嘅時候，我就繼續去做呢一個活動，就係教小朋友點樣分返紅色同埋綠色，用夾去夾個花瓣出嚟。呢一個活動就係教小朋友去分返數字與數量嘅配對，同樣都係用小肌肉去夾返一啲夾，讓個動物有返毛髮。之後嘅活動就係學校俾嘅主題毛毛蟲變蝴蝶，咁所以我就整咗一個俾小朋友分類嘅活動，分返顏色，再訓練佢小肌肉去扭返樽蓋。而最後一個活動，我就自己整咗一個超級市場俾小朋友。喺呢個活動裏面，小朋友可以體驗整個嘅購物過程，包括一開始要買啲咩，點樣買，最尾攞住個購物籃去俾錢，同埋仲可以做 check out 嘅過程，真係好特別，好開心㗎。唔知你哋揾唔揾到以上嘅活動有啲乜嘢嘅共通點呢？其實全部都係圍繞住小朋友嘅需要，就係訓練小朋友嘅顏色同埋數字與數量配對，同埋訓練佢哋嘅小肌肉。之後我一路咁樣讀上去，我發現香港原來都仲有好多有需要嘅人。除咗小朋友本身嘅學習需要之外，佢哋自己嘅本身同埋家長都仲有好多嘅需要。咁所以喺大學畢業之後，今年我入讀咗教育碩士，好希望可以藉住輔導嘅過程，去幫助小朋友、青少年同埋大人。讀埋呢一個學年，我就要畢業啦，要踏入職場，好希望可以無忘初衷，帶住當初係 APL 嘅嗰份熱誠，繼續去幫助幼兒，用唔同嘅學習技巧去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最後，好想同大家分享3句 quote。 It is okay to take a break. Relax. You will be okay. It is okay to not know, but it is not okay to not try. 祝願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嘅方向同埋目標，即使踏上未知，都努力去試。多謝大家。多謝 Charlotte 嘅分享，希望你會繼續發揮你嘅才華，向往你嘅理想進化。接住落嚟，我哋將會繼續頒發優異獎狀俾2023至25年度獲得達標並表現優異評級嘅同學。現在有請 VTC 項目經理黎永芝女士為我哋頒獎，有請黎女士。有請以下幼兒教育嘅得獎同學：魏俊日、郭文琪、黃巧晴、黃雅文、恭喜得獎同學。接住落嚟嘅係幼兒教育嘅得獎同學：黃子晴、陳詠毅、李樂賢、何義婷、盧顯儀、陳卓之、周子寧、
喜得獎同學。接住落嚟嘅係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嘅得獎同學，黃寶儀、麥俊傑、施鴻斌、李曉晴、吳日賢、周子耀、賴安琪、張純華、李子君、恭喜得獎同學。接住落嚟嘅係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嘅得獎同學，鄧卓一、黎子堯、羅滿儀、徐希賢、劉嘉誠、龔永森、恭喜得獎同學，多謝黎女士，請黎女士到台下就座。恭喜以上獲獎同學。接住落嚟，我哋好開心邀請到另一位嚟自時裝形象設計嘅畢業生，分享下佢當年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嘅感受。呢位畢業生係嚟自應用學習課程時裝形象設計2015年嘅畢業生袁慧欣 Vivian。Vivian 自細對時裝同美容有好大嘅興趣。中學仲參加咗時裝設計公開賽並獲得獎項。後嚟 Vivian 前往韓國進修韓式皮膚管理同埋美容課程，成為全港首位韓國當地 SBS 電視台美容專科畢業生。之後佢將佢嘅所學發展成事業並引進回港。相信大家一定對 Vivian 嘅經歷有好大嘅興趣。而家事不宜遲，有請佢上台同我哋分享下。唔該 Vivian。Hello， 大家好，我係2013年到2015年度嘅畢業生，咁我係就讀於時裝同埋形象設計嘅。咁我目前呢，就簡單地介紹下我自己。咁我而家目前就喺韓國居住啦，咁我就喺韓國同埋香港兩個地方經營緊自己嘅個人形象嘅診斷室同埋一個美容嘅事業嘅。咁目前呢，我都有喺韓國嗰度做緊一個個人形象嘅教授，咁教導一啲韓國大學嘅學生。咁其實我目前嘅話比較多咧，就喺韓國做一啲唔同嘅培訓啦，跟住同埋香港都有進行呢啲培訓嘅。咁其實我喺讀 APL 嘅時候咧，咁就其實令到我對於個人形象呢樣嘢有好大嘅興趣。咁我可以俾大家睇下。當其時咧，呢個係我大概10年前嘅照片啦。咁當其時點解我會選擇讀 APL 呢個 course 咧？就係因為其實喺中學嘅時候，我嘅成績並唔算係
好優異嘅一個類型嚟嘅。咁我都冇話好大嘅心機擺喺一啲主流嘅科目啦，即係可能大家認為主流嘅科目。咁當其時我就好單純地就係好中意扮靚嘅啫。咁所以咧嗰陣時我聽到中學有呢個選擇喎，原來可以讀呢個 course， 跟住 DSE 入邊咧可以攞到3啊。當其時我仲係3嘅時候啦，咁我就毫不猶豫地要申請去報名啦。咁所以喺嗰陣時咧，我就讀咗呢個 course 之後咧，反而會令到我加深咗好多對於形象設計啦，跟住同埋一啲實踐上嘅知識嘅。咁當其時我喺讀緊呢個 course 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睇到我嘅設計作品都係好自戀嘅。咁當其時喺呢個 course 入邊咧，咁我哋係需要自己去 design 一套衫去參加呢個 fashion show 啦。咁同時間咧，個 model 都需要係我哋本人自己行出去行呢個 catwalk show。咁所以咧，我喺嗰陣時咧，對於呢一個 project 咧係好緊張嘅，我到而家仲係好記得嗰種感覺。因為我好記得啦，當其時喺我嗰一組入邊咧，大部分5位嘅同學仔咧，我哋都係偏向身材比較嬌小少少嘅類型嚟嘅。咁所以我哋喺要行呢個 catwalk show 嘅時候咧，可能比起其他組，我哋行出嚟效果就唔算係特別好嘅一個類型。咁當其時咧，我哋同組入邊有一個男生啦，咁佢為咗鼓勵我哋要試下着一對6寸高踭鞋出去行 catwalk 咧，咁所以咧佢就着住咗嗰一對6寸高踭鞋，圍住咗當其時個 campus 行咗個圈，咁就話俾我聽，嗱，我都做到啦，你哋一定做到嘅咁樣。咁我哋都係因為當其時佢呢個舉動咧，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全部女仔都一齊着嗰對6寸高踭鞋長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個係我當其時嘅呢個行 catwalk 嘅影片啦。咁當其時咧，其實呢個時候我嘅內心係十分之緊張嘅。唉，我會唔會跌親呢？咁樣？但係咧，我哋嗰個時候喺好多老師嘅教導之下啦，跟住同埋大家嘅鼓勵之下啦，我哋最後都係完成咗呢一場嘅比賽。咁其實喺呢一個 APL 課程入邊咧，對於我嚟講咧係有好大一個啟發性嘅。咁好似我啱先所講啦，我一開始讀嘅動機咧就只不過係希望幫自己扮靚嘅啫。咁喺嗰陣時候，我讀完之後，我會發現原來喺呢個 course 入邊咧，男士就係中間嗰一位男仔啦。係啦，當其時佢着住嗰對高踭鞋去鼓勵我哋嗰位男仔。咁其實當其時我讀完之後咧，我就發現咗原來比起幫我自己扮靚咧，其實我幫人哋扮靚都會有好好嘅感覺，好開心嘅感覺。咁所以咧，我喺完成咗我嘅 APL 課程之後咧，我都有選擇繼續去升讀時裝設計嘅學士課程啦。咁喺讀完學士課程之後咧，我就希望再增進多啲我自己嘅一啲能力，所以咧我就去咗韓國讀一啲形象同埋美容方面嘅課程嘅。咁當其時咧，我喺韓國讀完課程之後，我都有繼續去進修自己啦。咁我都完成咗美國嘅碩士課程嘅。咁所以咧，我喺 APL 嘅時候咧，我喺 APL 嘅時候咧，我都除咗學識咗好多一啲技能以外啦，咁其實我都有得到咗一個好寶貴嘅經驗，一個實習經驗嘅，就係我有實際地去幫一個演唱會做一個形象時裝設計嗰個經驗。咁喺呢個經驗入邊，其實好大程度上咧，我都係運用咗我當其時喺 APL 學到一啲實際嘅知識啦，點樣去運用個衣車啦，唔同布料有啲咩分別啦。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我當其時喺 APL 度學到嘅嘢嘅。咁我當其時喺呢一度啦，咁我都有嘗試去學更加多唔同嘅技巧，將我原有嘅一種技巧運用喺入邊嘅。咁去到後來啦，咁我都係有繼續去學習自己一啲希望更加精進嘅部分啦。咁呢啲都係我當其時一個一啲少少嘅報導啦。咁好似我啱先所講，咁我目前咧喺韓國嘅大學同埋喺一啲品牌教育上啦，我都有做相關嘅一啲 training 嘅。咁當其時咧，其實我目前而家一啲 training 入邊課程嘅內容咧，我某程度上都有少參考咗當年我喺 APL 學識嘅嘢。咁當其時 APL 入邊教識咗我點樣去做啲配飾啦，咁去到之後再精進嘅時候咧，咁喺我嘅個人形
形象嘅課程入邊咧，我都有將入邊少少嘅活動參考咗，擺喺我而家嘅 course 入邊嘅。咁所以其實 APL 對於我嚟講咧係有好大嘅一個幫助啦。咁我而家都有定期喺社交媒體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大概工作嘅日常啦，跟住咧我嘅教學內容啊咁樣，呢啲都係我目前有做緊嘅嘢嘅。咁其實咧我哋喺APL 對於我講嘅話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可以令我去到清楚到知道自己究竟係希望行向邊一個方向，同時間咧都可以話到俾我聽，原來我係有咁多唔同嘅方法去點樣將自己理想中嘅嘢、腦海入邊嘅嘢去實體化嘅。因為喺當初一開始去接觸呢樣嘢嘅時候，可能好多嘢只不過係我腦海入邊嘅一個想像。但係去到而家，我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實體嘅嘢，將佢可以教去俾更加多嘅人。呢樣嘢都係令到我覺得好珍惜、好感恩嘅一個機會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度咧，我好多謝當年教導我嘅咁多位老師啦，都好多謝當其時我嘅中學同埋 APL 都俾呢個機會我去選修讀到呢一個課程嘅。咁喺呢度嘅話，就希望我哋未來嘅大家都可以更加專注喺自己發展度，同埋都可以揾到更加多自己嘅興趣啦。咁喺呢度嘅話，就好多謝今日大家嘅時間，多謝大家。多謝 Vivian 嘅分享，希望你能夠喺業界繼續發展並作出貢獻，實踐當初選擇讀 APL 嘅抱負。接住落嚟，我哋將會繼續頒發優異獎狀俾2023至25年度獲得達標並表現優異評級嘅同學。現在有請 VTC 高級項目主任張麗莎女士為我哋頒獎。有請張女士。有請應用學習職業英語英文傳譯嘅得獎同學 Ali Haider、陳志信、潘朗日、黃丹丹、鄧景軒、謝文希、Aster Alicia、陳子俊、林振雄、唐子純、恭喜得獎同學。接住落嚟嘅係室內與展覽設計嘅得獎同學，盛俊一、吳子嫣、黃慧琳、鄭和允、胡詠如、曾浩然、接住落嚟嘅係智能數碼建築嘅得獎同學，陳子明、
羅宇健、恭喜得獎同學。跟住落嚟嘅係數碼年代珠寶設計嘅得獎同學陳學軒、郭正廷、黃詠儀、張學瑞、嚴子瑩。接住落嚟嘅係電機及能源工程嘅得獎同學楊啟傑、恭喜得獎同學。跟住落嚟嘅係電影及超媒體嘅得獎同學林明生、呂啟邦、張錦玲。跟住落嚟嘅係酒店營運嘅得獎同學朱浩朗、林楚婷、林婉瑩、邵子琪。恭喜得獎同學，多謝張女士，請張女士到台下就座。恭喜以上得獎同學。接住落嚟，我哋好開心邀請到另外一位畢業生，分享下佢當年修讀應用學習課程嘅感受。呢位畢業生係嚟自應用學習課程西式食品製作2024年嘅畢業生周恩璇 Jenny。佢當年喺修讀西式食品製作課程嘅時候，就已經有出色嘅表現。Jenny 喺2025年更加參加咗香港世界技能大賽嘅烘焙項目，成功獲得咗3甲嘅佳績。Jenny 自細對烘焙有濃厚嘅興趣，佢更加喺今年同朋友創立咗社會企業 Small Potato Big Dream， 以營運咖啡店模式去教導 SCN 學員烘焙、烹飪同埋創業知識，拓展佢哋嘅就業可能。呢個計劃更加喺浸大工商管理學院舉辦嘅創業大賽院長杯 10.0 總決賽之中拎到冠軍，更加喺上星期參加咗葡萄牙里斯本嘅網絡高峰會。而家事不宜遲，有請 Jenny 上台同我哋分享下。大家午安，我係 Jenny 周恩璇。咁好多謝今日邀請咗我嚟呢度分享啦。咁我係2024年應用學習西式食品嘅製作課程嘅畢業生。咁其實事隔2年呢，發生咗好多大事嘅，由畢業啦、比賽去到創業，
咁其實咧，我喺屋企咧係好中意整甜品嘅。不過最尾咧喺廚藝同埋呢個甜品分流入邊咧，最尾係揀咗廚藝分流嘅。咁其實呢一件事係好跳出我個 comfort zone，因為我係零基礎知識，我係唔識點樣整任何西餐嘅食品。咁我就係整甜品啦。咁大家可以見到我係係。咁我喺 APL 課程入邊咧係零知識去到識整湯啊、appetizer 啊，去到識整 main dish。其實呢個過程咧都有好多self accomplishment， 同埋可以學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志同道合嘅朋友。咁除咗喺 APL 嗰度整嘢食之外，我都會喺屋企度慢慢實踐翻出嚟啦。咁我最難忘嘅經驗咧，就係參加咗一個競技大賽啦。咁其實嗰次比賽咧整咗雞卷啦。咁我同我 partner 咧就整咗10幾次嘅雞卷。雖然咧最尾個成果咧係冇贏到呢個比賽啦，但係途中咧學咗好多嘢，就例如團隊合作精神啊、解難能力啊，特別係高壓嘅情況之下點樣可以應對呢個難關，係我覺得最大嘅 get away。咁我喺 APL 度學到啲咩咧？就係呢6樣嘢啦 ：leadership、time management、communication、planning 同埋 kitchen management。其實呢啲嘢好似好唔 relate to real life 㗎，其實，因為如果你唔係去翻呢個烘焙啊發展，其實好似冇乜用咁。咁其實喺中學嘅時候，我已經開始用呢啲技能去 lead 唔同嘅 workshop 啊，例如我喺家政學會會長就整咗啲baking workshop 啊、cooking workshop 俾啲同學仔參與啦。咁直到我去 Form 5參加咗香港世界技能大賽嘅烘焙項目啦。咁其實呢啲所有嘅技能同埋軟技能學到嘅軟技能都可以運用到出嚟喎。作為最年輕嘅參賽者，其實我都係冇乜經驗嚟嘅啫。咁我最尾都係憑靠我嘅背後喺屋企不停咁練習啊，同埋咧個心態係好重要。咁就最尾就獲得3甲嘅成績。咁最尾咧就 assist 咗我哋上一屆去咗法同埋去咗澳洲比賽嘅參賽者。咁我完咗呢個 APL 課程之後咧，就拎咗一個 scholarship 啦。咁個 scholarship 有個計劃啦，咁就令我可以整咗一個300件嘅月餅啦，俾我哋啲老師啊朋友一齊食。咁喺途中其實學咗好多嘢，因為我係呢啲 poster 啊同埋嗰本書全部都係我自己設計嘅。咁個月餅咧咁就4款口味啦，咁就有奶黃啦、無糖黑芝麻啦、開心果麻薯同埋紅豆玫瑰嘅。咁其實都比較創新啦，同埋希望都係點樣可以繼續呢個 passion 可以變成一個事業啦。咁我而家咧就讀緊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嘅2年班啦。咁我18歲就開咗間公司，就叫做 Small Potato Big Dream 啦。咁我哋邊個係啲 Small Potato 啊 ？Small Potato 係指特殊學習需要嘅人士啦。咁我哋而家支持呢個學習障礙 ADHD 同埋自閉症嘅人士。咁我哋就係一個 training cafe 啦。咁我哋就幫 SEN 透過烘焙去有獲得啲軟技能啦。咁我哋希望可以提升翻佢哋嘅就業機會，可以喺社會嗰度可以拎少啲嗰啲 discrimination。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 scan 我哋嘅 QR code， 因為我哋陸續都有好多唔同嘅 SEN training 啊，定係嗰啲 food workshop 都會有嘅。咁其實除咗係生意以外，其實我哋都會 serve 翻個 society， 例如我哋會去啲 community centre 嗰度教班啦。咁我哋而家就 train 緊啲 SEN 都可以成為一個領袖去host 呢啲 workshop 同埋 assist 呢啲 workshop。咁我哋除咗有教我哋 SEN 之餘，我哋仲會有啲共融社區嘅活動啦。例如我哋中秋節嘅時候咧，就聯合咗一啲 non-SEN 同 SEN 一齊去製造呢個過程。咁其實途中咧，雖然係烘焙好開心，仲可以識到啲唔同嘅新嘅朋友，擴闊自己嘅圈子同眼界。咁我哋都有同啲Hip Hop Society 嗰啲 social enterprise 啊，同埋啲大學合作，例如 DI 啦。咁我哋就整咗一個 3 days 嘅 cafe training 啦。咁其實途中雖然途中係可以 inspire 到唔同嘅 SEN 人士，其實 SEN 都可以 become 一個 leader。咁我哋除咗有教班之外，都會有賣嘢嘅。咁我哋而家就會喺唔同嘅 booth 嗰度賣嘢啦。咁如果想知導向嘅話，都可以 scan 翻我哋嘅 QR code。咁喺今年啦，
又參加咗呢個香港世界技能大賽啦，咁又係3甲嘅成績，咁而家就逢星期六就 train 緊啦。咁如果大家對你哋嘅APL 嘅課程嘅技能係有得上呢個 World Skill 嘅話，我都好建議大家參加，因為大家未超齡呢，係參加呢個比賽，其實都會學識咗好多新嘅都行業中嘅技能咯，係啊。咁我而家其實唔知大家有冇喺news report 嗰度見到我哋啦。咁其實我哋就登咗上報紙啦。咁我哋希望我哋呢個烘焙加 SCN 呢個元素嘅創業呢，就可以令到更加多嘅人會認識啦。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留意下我哋嘅導向，同埋有知道好多無論教班啊，有甜品服務都可以揾我哋。好，就係係。我要講，咁其實呢成個 APL 課程呢，你會覺得好似烘焙好簡單，咁其實唔係。其實我覺得呢成個 APL 課程最重要嘅嘢係你喺入邊學到嘅知識點樣可以喺日常中運用到出嚟啊。所以我希望大家透呢個 APL 課程唔係一個你完結嘅部分咯，而係你真正開始點樣可以將你之後嘅working attitude 都可以改變，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選擇。所以希望大家之後喺 future 希望人哋有 success 啦，同埋嗰個牛角包呢，就係我 World Skill 嗰邊整嘅牛角包啦。咁我就最尾我畢業典禮，我 Form 6畢業典禮就拎住呢個去影相㗎。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go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and also like try different new things。特別係個 World Skill competition 好值得大家參與，同埋都有好多嘅挑戰可以俾大家去玩下嘅。好 ，thank you。多謝 Jenny 嘅分享，希望你會繼續發揮你嘅才華，向往你嘅目標進發。除咗多謝一眾畢業生對 APL 課程嘅努力之外，亦都要非常感謝一眾對 VTC 應用學習課程一直鼎力支持嘅合作學校。喺接住落嚟嘅時間 ，VTC 想藉着呢個機會，對今日有派代表蒞臨嘅夥伴計劃中學表示謝意。現在再次有請 VTC 助理執行幹事鍾志晶女士為我哋上台頒發紀念座俾2023至25學年學校夥伴計劃中學。有請鍾女士。有請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嘅李卓婷老師。多謝李老師，請到台下就座。有請救世軍卜惠蓮中學嘅姚明德助理校長。多謝姚助校，請到台下就座。有請佛教茂豐法師紀念中學嘅林旭新副校長。多謝林副校，請到台下就座。有請樂道中學嘅劉少華老師。
多謝劉老師，請到台下就座。有請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嘅陳敏嘉老師。多謝陳老師，請到台下就座。有請東華三院各一位中學嘅鄧炳亨副校長及陳雪兒老師。多謝趙副校及陳老師，請到台下就座。有請佛教河南金中學嘅李容飛主任及李子欣老師。多謝李主任及李老師，請兩位到台下就座。有請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嘅李子偉副校長。多謝李副校，請到台下就座。有請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嘅羅宇恒老師。多謝羅老師，請到台下就座。有請新界喇沙中學嘅楊創貴老師。多謝楊老師，請到台下就座。有請明愛樂恩學校嘅周淑芬老師。多謝周老師，請到台下就座。有請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唔該晒鐘女士，請鐘女士到台下就座。再一次多謝咁多位今日有派代表嘅出席嘅夥伴計劃中學。除咗頒發紀念座之外，我哋都準備咗一條短片去感謝所有嘅合作學校。去片唔該。
日真係好多謝九龍工業學校胡校長、聖伯多祿中學許校長、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黃校長、聖公會聖象中學吳校長、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周老師，同埋賽馬會官立中學林老師，抽空接受由 BGC 應用學習組頒發一個合作伙伴計劃獎座。恭喜晒各位獲得優異成績嘅同學，亦都多謝學校一直以嚟對 VTC 應用學習課程嘅支持。有賴大家嘅努力，學生有更加多元化嘅學習機會。希望日後我哋都可以一齊攜手合作，讓更加多嘅同學認識同埋參與應用學習課程。我都好多謝咧 VTC 咧俾咗個機會我哋咧啲同學仔咧喺應用學習嗰度咧可以發揮緊。我哋都仍然會繼續咧合作，咁等學生咧有一個更好嘅學習機會嘅。多謝校長，多謝。今日嘅頒獎典禮已經進入尾聲，再次代表 VTC 多謝各位對 VTC 應用學習課程咁多年嚟嘅支持。最後，我哋再次以熱烈嘅掌聲恭賀所有獲獎嘅同學。希望同學可以喺自己嘅專業領域中發揮所長。再次多謝各位今日嘅參與，再見。